日元又跌啦。喺外匯市場，今個星期最低見過差唔多係164yen對1美元。哦，即係差唔多你俾4.8港元、4.8港幣就買到100yen啦。咁搞法跌唔停嘅喎，停唔到，定係唔想停啊？搞下會唔會第日去日本就好似去韓國咁樣咧？要攞幾十萬食個飯，係咪咁樣？咪住先，日本央行又話出手乜嘅，點解個身體唔喐啊？如果我哋試下拆解一下，日元貶值或者出手干預，要日元掉頭企穩，甚至大反彈，邊一個方向日本會認為佢自己覺得利多於弊得到呢一個效果呢？最冇腦嘅諗法呢個邏輯係你出口條數大啊，定係入口條數大即係講緊個貿易逆差。根據日本財務省最新公布出口嘅其實係逆差即係佢同外面買嘢俾錢人哋係多過人哋俾錢佢買佢日本嘅嘢嘅，中間大約係有4萬億日元淨流出喺過去一年咁你仲唔嗱聲加息趕走啲 carry trade 呢個係咪需要咁做加息令日元升值，咁我啲嘢咪冇晒競爭力咯。如果加息啲 carry trade 埋單，可能好大鑊噶喎，一齊走，定係會唔會個日經指數靚，出口數據又交到差，咁就俾佢日元一路慢慢咁樣軟落去呢？但係日本嘅民眾佢就唔肯過你會肯過你。我唔使去旅行我哋日本冇能源噶喎，開個冷氣，揸架車入下油，或者想食隻澳洲龍或者想食隻澳龍都係有一次過俾一次貴嘅。甚至日本一啲靠外國進口公司，其實已經上演緊破產潮不過嗰啲係一啲唔出名公司，靠進口嘅公司已經係一個結業潮，已經係運作中噶啦。好，咁我哋翻去回歸翻 NK225啦，即係日經225呢一樣嘢。而家係有幾個好重大嘅因素，其實係管住呢一嚿嘢嘅。第一大都唔使講噶啦，必定係噶啦，係日元即係你日元如果係繼續貶值嘅，咁即係你啲嘢discount咗啦，咁你啲股票我唔好話升定咩嘢，我講你日本日元貶值，你日股都會硬啲嘅因為你個價錢，你個錢係平咗嘛等於相對嚟講買你日本嘅嘢就叫平咗噶啦，咁個價錢自然係會硬啲噶啦。第一大一定係日元第二大呢度姑且我暫時排位先啦，一陣間可能呢啲排位係可以重新執過，或者係根本上係唔需要排位嘅第二大係外國嘅 AI 科技嘅板塊啦佢哋點樣嘅走向？因為而家呢一刻AI 科技股份咧仲係主導住成個日經指數嘅因為佢啲最比較貴啦唔好話最貴，比較貴價格嘅股票都仲係佔住日經指數好大嘅成分喺度嘅。咁第三，我姑且叫佢做第三但係我心目中覺得喺呢一段期間，喺呢一段好短嘅時間入邊佢應該唔係第三，但係往後落嚟佢可能會變翻做第三，所以我排咗佢做第三。第三係 SpaceX，好重要嘅日子，8月6號嚟緊嘅8月6號起撳一切嘅被動基金
你知道被動基金佢一定要要調整㗎嘛，喺呢一段期間咧，佢必須要調整組合去買入非的嘅，即係呢啲基金必須要賣出一啲嘢，呢啲基金原本有啲嘢，佢必須要賣出去，佢唔知佢有乜嘢啦，可能專注科技嘅，咁咪賣一啲科技嘅股份咯，佢必須要賣一啲嘢，留翻啲現金去買非的，呢啲係佢個基金個設定嗰個 rule 嚟嘅，必須要咁做。而家納指係咪已經做緊呢件事咧？我都覺得好似喺跡象上或者喺股票價格或者指數價格上面，好似見到好像是係咁樣。8月6號，如果你係非的嘅獲派股份員工，你會點做？你會揸住啲股票啊，定係食咗先講？賣咗佢套現先，係咪咁樣？或者你係留翻俾個孫？呢個股票第日會升值㗎啦，買張火箭嘅飛機，買張火箭嘅門券啦，買張火箭嘅門券俾你啲孫移民去火星，可能都可以咁樣用嘅。而家就係一個謎嚟嘅，呢樣嘢真係到時當日群眾或者係啲基金邊一邊嘅力量係會大啲咧？呢個係完全係一個謎。咁我哋翻嚟呢一抽嘢其實就係成抽嘢都唔知點排，邊個先邊個後，邊個重要邊個冇咁重要，全部都係好重要嘅。由日元、AI 科技、日經、納指、非的，所有嘢無不無關，環環相扣。我個人咧就唔係想講乜嘢 AI 泡沫爆破，我係講呢個 point， 我都覺得即係喺今時今日 AI 泡沫爆破咧，我始終認為人類已經好依賴咗科技㗎啦，會點爆破嘅？但係問題就係話好多成本啊，或者過度投資啊，或者啲算力用唔晒啊，呢啲咁樣嘅消息咧飛嚟飛去咧，就有啲調整係應該係咁樣解嘅啫。而家係打完咗4圈㗎啦，即係話幾個巨頭或者幾個行業或者幾個板塊打完咗4圈㗎啦，係時候我感覺到係時候佢哋喺度執位咯。如果有更多嘅睇法咧，或者有啲新嘅話題咧，可以討論一下，歡迎大家可以留言一下。如果 like 呢條片咧，請俾個 like，唔 like 都唔緊要，最緊要分享同埋訂閱你會見到我一啲新嘅片就出嚟啦。咁下一期其實呢個故事我想講咗好耐㗎啦。但係佢始終咧俾市場忽略緊，但係佢會唔會可能係牽連下一個大故事喺個市場裏邊走嚟走去咧？我覺得都有機會嘅。下一期我想分享德國最大車廠福士車廠計劃裁員10萬喎，10萬人咯，一間公司裁員可以10萬人嘅，係一個世紀大裁員，即係以前未有公司話想裁咁多人啦。咁佢會對歐洲本身啦，以至美國、中國甚至香港做唔做到牽連互動咧？呢個下一期我好想做嘅一個題材嚟嘅，因為好多呢啲地區國家其實都有做車呢樣嘢噶嘛，香港都仲有比亞迪之類呢啲咁樣嘅造車公司，咁係一個正面定係負面嘅消息咧？佢其實呢個車廠如果真係達成咗裁員10萬咧，其實佢同時間係會發生正面同埋負面嘅效果嘅。我哋講嘢希望可以盡量中立啦，因為你唔同嘅事發生都係可以好兩面咁睇嘅。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我係 NK225 之探索者 Andy，Thank you。